感谢主啊！咱搁在一届日主的会议当中，咱要互相来勉励求主来赐福互咱会当日主的会议当中得到造就咱要来分享进前咱先来祈祷咱先压头来祈祷。进来主耶稣，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阮生命的粮，是引带阮行头前道路的光。求主你的话语显明伫阮的当中赏赐互阮有智慧，会当对你的话语领受到主你的引带，互阮的心会当欢喜，互阮的肉体会当平安来徛久，互阮每一个人，因为主你的话，阮就充满信心，对这条天顶的路要来跑走。求主赐阮下面的时间，求主赐求主传领，互听的甲讲的拢伫主的恩典当中得到造就。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大家拢有听吼？有好，多谢，感谢主。有好这个毋知恁大家捌听过讲咱台湾人有咧讲一句话讲互囡仔拢溺甲老去。我拢记咱溺甲老去，意思讲咱人的人生其实讲就是互时间安尼咧赶所以讲其实咱每一个人的人生。若毋捌上帝人的人生，是一个追赶的人生，互时间安尼一步一步一直甲你塞，一直塞，咱就一步一步行。虽然无毋对，囡仔大汉咱就老了，咱就老了。毋过咱若是信上帝的人咱甲世上的人无共款咱是一个呼召的人生咱是有主甲咱呼召出来咱的人生甲世上的人就无共所以咱的人生。甲世上的人有分别所以咱是呼召的，咱是分别出来的人生。毋过，若是无论是你是追赶的人生讲安尼一直后壁一直时间一直甲你列的人生，是咱有主呼召的人生咱看伫世上内底咱圣经里甲咱讲，伊讲我看去上帝叫世间人劳苦，互因伫当中来受即个操练意思讲，咱大家嘛知咱伫世上当中人生真正有真济不如意的所在人讲不如意十之八九十之八九拢有真济艰苦上帝嘛安尼讲所以无论你是呼召的人生是讲即个一般的人生总是上帝干嘛甲咱显明讲咱伫世上的人受艰苦，毋过伫遮是要甲咱操练你新约内底嘛讲，主耶稣嘛甲咱讲恁伫世上有苦难，哇！咱伫世上像咱即马 COVID-19 本来台湾都好好忽然间就甲爆一个安尼，哇！大家心肝拢足艰苦，因为咱拢有亲戚朋友嘛嘛有做来兄弟姊妹嘛有拢有熟识看到这，我相信大家心肝拢艰苦当然毋是干那咱，因为咱即个台湾我相信世界即个代志，包括咱伫加拿大，咱其实拄着这。这是不得已的但是咱就拄着了你嘛无了解讲伊就安尼就爆发可能也有真济传说讲这可能是阿强迄边你实验室做出来是在伊国咱毋知影总是咱毋知影。毋过无管知毋知，总是咱伫即个世上当中哇，咱拄着即个真正是咱即马会当理解我想古早嘛是有啦瘟疫的即个代志所以讲咱拢即马。拢是咧苦难的当中咱今仔佫看着圣经的是到诗篇90节嘛甲咱讲咱一生的年岁会当所讲的会当夸口的拢是劳苦甲忧愁啦目一个年就过去咱就飞去咱就看圣经主拢安尼甲咱讲，咱嘛拢理解咱拢理解今仔日咱所读的嘛是一切受造的面拢离土开，离劳苦甲今仔日。所以这甲咱讲啥物？无论你是世间的人也好，还是咱信上帝的人也好，拢甲咱讲一样代志。人生的世间啥人无艰苦过，啥人无面对困难过困难艰苦是咱人生一定爱修炼的、爱操练的一个课程啦。咱虽然知影咱即嘛，毋过咱就是爱面对咱毋是刀片，咱毋是刀片咱爱面对但是咱要面对，这是咱的问题咱要哪会当来面对？因为这无当刀片咱来面对要哪来面对
你传道书也嘛是安尼讲，咱拄则有读过讲啊，我看到上帝叫世间的人来劳苦，哦，互因伫当中来操练，佫刷落迄句，真趣味哦。伊讲吼，上帝做万年，按照即个时阵，拢甲伊变做好诶哦，佫甲永生放喺人诶当中。毋过上帝所做诶人拢袂理解，咱毋是讲艰苦呢。咱顶一句讲，咱就是艰苦当中操练，毋过下一句讲，毋对。上帝要甲咱讲虽然这有艰苦着，毋过这当中上帝会按着时阵你即摆看是艰苦毋过按时阵会甲变好哦，会变好哦。你讲有影无影安尼？所以圣经里讲，真侪代志咱无理解。上帝智慧超过咱的智慧，咱讲我会当理解淡薄啊。毋过真正拄着艰苦的时阵就袂理解。特别对于即个永生来讲，大家嘛望永生会当足好诶。就有一个牧师嘛问讲送要去天顶大家拢举手，煞了讲天顶偌好咧。即摆咱做阵来去嘛好，有人要去大家手拢举啦，拢放落来，拢无人要去，即摆无要去。所以咱真侪时阵，咱有真侪矛盾的所在因为咱虽然相信，但是有当时心无遐尼迄个，敢若讲较实在无遐实在，总是讲遐袂歹咱即摆即个时阵准讲若安尼咱来去，离真好。毋过咱总是讲安尼嘛毋甘你世上嘛袂歹，所以你看真侪代志无遐多遐尼理解啦世界艰苦毋过上帝讲我做诶拢要好呢，要甲按一时阵，要甲正做好要甲即个永生放喺咱生活内底是好诶。毋过上帝作为人无法度会当来参透啦，会当来理解啦总是我相信，这毋是上帝诶目的，毋是咱主一定要甲咱启示，只是讲甲咱讲世上诶人袂理解，毋过咱信主诶人，咱会当理解这是咱家己爱理解，因为上帝爱甲咱启示，无咱无法度理解。因为唯一你讲，佮将来会变好，明明就无好，要哪变好？毋过上帝讲伊会变好甲这永活诶生命放喺人诶心肝啦。所以咱每一个人诶心拢望讲会当永活伫诶。你永活若拢艰苦这不如死不如较好。所以讲，咱爱理解就是讲，上帝虽然暂时互咱伫面对世间诶劳苦当中，毋过伊会按时阵，互咱理解讲，咱伫过程诶当中，你看敢若无好，毋过将尾会伫上帝内底完全来改变不但改变，煞着讲这好诶毋是短暂诶，毋是暂时欢喜诶尔，是会当永远诶，是会当永永久久啦。所以即句话就是伫遮来甲咱启示讲虽然咱即马伫劳苦诶当中咱伫劳苦，毋过上帝甲咱操练时阵若到，咱会当理解咱会当理解咱拄则嘛讲，主耶稣嘛讲你世上有苦难毋过你会使放心，咱会当安心咧。主耶稣讲我已经胜过这世界是主耶稣胜过你敢有胜过？你敢有赢过主耶稣是要甲咱提示讲，伊已经赢过，毋过咱若靠着伊总是咱嘛是会当来赢过即个世界，互咱的即个挑战也好苦难也好这是圣经甲咱讲诶所以讲即摆咱煞着要面对的，就是讲咱若伫苦难的当中，咱是要哪来想咧？咱要哪来面对咧？你若看到圣经，主安尼甲咱讲，咱若伫苦难当中，咱要用信心来倚靠上帝，相信咱相信的即个上帝，咱听咱的天父你想看嘛？有拄一个老爸无疼囝，敢会艰苦放伊去看艰苦，总出卖嘛拢是卖所以你艰苦的当中上帝嘛是甲咱安尼讲，伊讲咱若愿意倚靠相信咱会得到安慰你即个当中咱有当时会得到安慰咱对你读圣经嘛共款，圣神会帮助咱甲咱祈祷你旧约内底你看，伊讲你诗篇102篇19节甲21节，伊安尼讲咱的上帝对至高的天顶的居所对下面来看来落地来看伊对天向地来观察要暗耳来听迄个艰苦人就是讲叫用白条的人来去用卖头白的遐人伊讲遐个人的吐气也是讲迄个要死的人伊要甲头白互人会当讲伫即个西安
你这个涉案会当来传扬、来宣扬，讲啊，咱主的命，咱耶和华的命，你耶路撒冷会当来传扬，啊，佮学落伊的话。伊讲咱若你即个面对即个困难的当中毋好袂记的毋是干那咱尔，咱的上帝对天去看，要来按伊来听，讲倒一个人伫遐讨气艰苦，伊知啦，伊要讨白你，伊要甲你安慰，互你会当讲，哎呀，我靠伊的人真正好，我靠伊的人真正好，来学落伊，讲伊的话拢是实在。伊讲牧师，你安尼讲，敢有证据？咱来看，咱搁来看，敢无证据？咱来看一部分，就是你即个《使徒行传》12章的时阵，迄当阵也是主耶稣拄啊升天去嘛，牛神节的时阵圣神充满了，因就开始出去传福音嘛。伊当初的人，迄犹太人也好，也是当初迄希律王，迄个罗马政府下骹迄管理的，哇，迄去害教会的人迄犹太人偌欢喜咧。所以伊即个希律王看着讲，我甲遮的即个教会信耶稣的人来甲刣死哇，真侪人真欢喜呢。所以你12章的时甲咱讲伊落手去陷害教会的人逐个真欢喜所以伊讲安尼好，我来掠即个大尾，即个大尾叫做彼得，甲掠起来准备要甲刣就对啦。伊当阵拄是迄个搬过节嘛，搬过节的时阵无伊这是责任先卖迄落，先甲掠起来，囥咧倒，囥咧家内底，等即个搬过节若过咱就甲办，就甲刣安尼，就彼得就去掠去家关起来。毋过圣经里甲咱讲教会为伊迫切的伊遐祈祷呢。教会彼得去掠去家关起来，教会祈祷。这特别甲咱讲，你教会祈祷。敢若写即句，彼得掠去关家己祈祷，毋是伊讲教会为伊祈祷，教会为祈祷会发生啥物代志？咱继续来看。伊讲即个希律王要甲即个彼得要提出来要刣前一工暗暝暗时即个彼得一个人叫迄个铁链甲绑牢的，边仔佫困两个守卫伫当中，毋知边仔困两个手佫绑牢的用铁链绑牢，外口佫有人咧看外口佫有人咧看。圣经甲咱讲发生一样代志，啥物代志你知无？就是天使去甲彼得拍醒。毋过你要注意彼得是困咧两个即个迄个甲守卫仔当中你甲想看觅，你敢困会去？明仔载要掠出去刣咧，哇！遮安心咧困，遮安心咧就甲困会落去。我做你，我毋知你困会落困袂落。你知影明仔载出去就是爱抬头安尼，明仔载出去爱抬头，你敢困会去？我想应该是困袂去我遮写嘛真趣，伊讲边仔有人去看彼得困较足好势，困较足好势，这就是为虾米？因为教会你家祈祷，我相信彼得也有可能家己咧祈祷啦所以有祈祷的人心就会安。为虾米安？因为得到安慰，会得到安慰。所以你爱看咱伫教会祈祷，兄弟姊妹，为虾米拢讲咱爱祈祷？咱为台湾的家乡来祈祷，咱为咱的亲戚朋友来祈祷，咱为这世上的人无论你有捌无，你来祈祷，咱教会是啥人？就是你，就是我嘛。你有祈祷无？原来祈祷有遮尔大的困难呢。教会为彼得祈祷，彼得安尼困较足好诶，伊心足安尼。你也继续看遮了，你就知影讲，尾天使甲拍醒来带出去。足趣味迄家毋是一层尔咧，毋是一缘尔咧，一缘，你连门开到外口出去，你若去看即段圣经的时，你就发觉讲，彼得行到外口，忽然间讲，天使哪会无去天使哪会要甲带较去要伊的所在？无，敢若带出家的外口尔。彼得怎敢若做梦安尼醒来，拄则迄代志真诶想诶，甲想诶。想啥物意思？意思讲，安那我来伫遮，
啊，彼得伊敢无厝？伊应若是你，你是毋是爱转去厝？爱转去恁兜啊？哦，彼得毋是无家庭诶人啊。哦，伊无像保罗讲无家庭，伊有家庭啊。啊，换阵咱是讲，啊，著无简单诶吼，即马有即个新历，啊，著出即个家业，啊，著紧来转啊！哦，这有够赞！哦，这上帝做诶遮尔水诶即个吼新历遮尔大，哦，这足赞诶。毋过彼得讲吼，伊想诶，啊，著去倒位啊呢？去马可诶即个吼约翰迄个所在，吼，遐去，啊，足侪人伫遐聚集，哇！原来啊，教会伫祈祷啊，会开来啦，会当互即个天使啊现身，去到咱一个所在，咱无法度去诶所在，咱无法度去啊！加送袂当去，伊边仔有即个守卫啊，外口阁有，你啊一路门一个拍开，一个拍开，你想这敢无可能？人无可能，但上帝你做有可能。啊，彼得出来时阵，敢若做梦安尼醒起来，敢若醒起来，所以你要想看觅哦，你遮尔艰难，明仔就要抬头啊咧，阁困会去，是毋是？你讲伊诶心内底一定有真平安。我相信伊心内一定相信讲主啊，你既然呼召我，主啊，啊你要叫我传即个福音，啊我诶性命伫你诶手头。我相信，因为嘛是有一寡人，吼，伫迄个当中受害。毋过彼得上帝甲讲，伊要带去传福音嘛，啊，即个代志还未做煞呢，歹势，还未做煞吼，上帝袂互咱转去啦，所以咱免惊。啊，除非咱工课若做煞，上帝互咱细上，咱是呼召诶人生嘛。哦，咱毋是对咱未来毋知，咱未来知。咱若时间若到，上帝若感觉讲咱即个伫地上诶工课若做煞，啊，落来倒来厝诶休困，啊，当然伊就叫咱倒去天顶休困。啊，若还未到，啊，你免烦恼啦。上帝会甲咱保守，上帝会甲咱安慰，毋是咱哭想，咱就会得做。哦，咱即摆出入，咱拢知影爱戴口罩，哦，爱防疫。啊，问题你即摆棍你看无啊？啊，咩啥物人有你嘛毋知？啊，你敢若烦恼，拢叫你厝诶。啊，当然这嘛是安全无毋对。毋过你袂使讲啊，叫你厝拢啥物拢毋敢叮当，啊是这也袂使。啊，你著干那你惊吓诶内底，你困也困无好，哦，啊食也食无好。这毋是上帝要互咱的情形。虽然咱所面对的生活，咱所面对的环境是有艰苦，哦，上帝要互咱操练啥物？啊，操练讲吼，伫即个时阵，因为上帝有主伫咱的心肝内底，伊已经胜过即个世界，咱会当安心。咱世上上帝若呼召咱的工课还未做煞，上帝一定甲咱引带。所以伫遮你著看到12章。使徒行传即个部分，彼得互天使甲救出来，啊救出来到门外口的时阵，天使都不见咯。彼得就想诶，就理性讲，那即代志发生，我即摆要去倒？一般诶人拢爱转去厝，毋过伊诶心去互圣神甲感动，讲伊要去迄个所在，就是兄弟你主兄弟姊妹内底诶所在。啊，你看哦，你看即项圣经时，你若去看使徒行传12章。一个出来讲，彼得倒来呢？彼得内底人嘛无爱相信，哪可能？你祈祷诶人讲，祈祷安尼，伊讲，这咱祈祷是无毋对。所以讲，咱定定祈祷，咱也无啥相信诶。啊，咱有当时讲，咱着祈祷，咱祈祷定定无啥相信。有一遍吼，有一个牧师讲，咱台湾最近嘛是共款，讲无落雨啦，需要欠水啊。较早吼，有一个所在嘛有安尼，牧师讲，咱吼。咱来信上帝人，咱求主互咱信心，咱来祈祷，祈祷了会落大雨。规个教会讲安尼好，安尼好，大家拢去。结果去诶时阵啊，开始要祈祷诶时阵啊，敢若一个妹妹举一支雨伞，大家问妹妹讲，你举雨伞要落天气遮尔好？妹妹讲，咱毋是要来祈祷，祈祷等下要落大雨，无雨伞无，甲等你落。有当时咱诶祈祷无信心，咱诶祈祷。无迄个完全讲主啊，我相信吼，你若要安尼想事，你一定会帮助咱。你若要落雨，你一定法度落雨。我是预防讲落雨，咱就是爱举雨伞，无甲冻过雨。但是咱真侪时阵，咱坦白讲，咱咧祈祷，
敢若喙你念经共款，有喙无心啦，真可惜，真可惜！上帝互咱有遮尔好诶权柄啊，开来咱会使借着祈祷，会当帮助一寡咱做袂到诶所在，咱行袂到诶所在，上帝会差遣天使伫遐开道来甲咱帮助。所以咱若愿意祈祷，你即个特别伫即个艰苦诶当中，咱若愿意祈祷，我相信上帝拢会安慰着咱诶心。上帝拢安慰着，因为圣经嘛是人讲啊，上帝拢暗耳你听讲，什么人伫遐吐气，什么人伫遐祈祷，上帝要甲讨白，上帝要甲安慰，上帝要甲安慰，上帝毋是干那甲讨白安慰尔，你继续甲看所以讲咱拄则咧读对无？咱咧圣经咧读讲咱伫即个患难诶当中上帝会安慰咱，后面咱有即个经验。所以为什么咱今仔读个经文内底有咧讲爱相信常常讲袂出来会吐气会即个会来甲咱祈祷，甲咱服侍。其实相信你祈祷，咱嘛是祈祷。咱才会使经验讲伫即个患难诶当中，咱得到上帝安慰了，咱诶心会安了，咱才有法度去共讲，我有即个经验，我有即个。经验上帝伫我困难诶当中，互我经验着平安，互我着经验讲主你安怎安慰着我所以我若要出去，我若看到人安尼我嘛会当甲分享甲祈祷，甲安慰，这嘛是上帝互咱诶操练所以祈祷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咱拢爱来操练来经验即个上帝你。祈祷当中，使咱的权柄开力，无但咱得到安慰，咱嘛会当去安慰着别人。所以你苦难的当中，咱要相信上帝会甲咱安慰，因为这是上帝的应允，伊讲的伊安怎讲，伊就安怎成就。我对遮讲，毋是干那安慰尔啦，干那安慰你讲这干那迄种安慰剂干那安慰剂尔吗？就干那精神寄托尔。有人讲信耶稣干那精神寄托，歹势，迄是无了解信耶稣的人。迄毋是寄托啦，你寄托有在看电影啦，也是要去食物件啦，也是去画图啦，也去从事一大堆物件，你嘛会使得安慰迄嘛敢若寄托但是无共，咱这是你主诶内底，因毋是敢若安慰尔咱诶安慰毋是寄托毋是讲安尼听敢若麻醉蛇注落就麻袂去，毋是，咱确实会当经验，咱继续来看，看啥物？若你苦难当中。我靠上帝，上帝不但为你来安慰，伊会为你来开道路。毋是干那安慰尔，甲路会开出来。所以你罗马书第8章28节就是安尼讲。伊讲咱会当理解，万人代志拢互相来效力，叫即个爱神的人听主的人你当中会得到即个好处即个好处是啥？就按伊的旨意来呼召的人。意思讲，上帝毋是干那甲你安慰尔，伊咧会当甲你安怎开道路开出来，会甲你开咯。所以咱即马咱开始为台湾祈祷，为咱家己祈祷。虽然咱即马敢若白条的，毋过咱若开祈祷咱若心若安，我相信咱会当行出来。咱即马加拿大陆续咧开放。陆续开放我当然咱阁有注射做疫苗的针我相信咱阁求主咱心爱开阔若会伫做诶咱就做阵三甲来去教会也好做阵阁来聚会当然该注意诶咱嘛是爱注意，毋是讲该注意咱无注意，咱嘛是注意即马慢慢开放咱路爱行出来，毋好一天到晚覕咧厝诶。即马真侪人覕咧厝诶，拢得忧郁症咧。覕咧厝诶，心情拢无好咧，胡思乱骂咧。你看即马台湾就是真侪人，紧张啦、惊吓啦，覕起来，逐个就开始安尼黑白母，母甲乱糟糟。所以咱虽然无伫台湾，咱伫遮，咱当然咱嘛有即个环境，咱诶环境嘛毋是讲完全拢平安、拢好势。毋过你有要做阵来祈祷无？你要来经验上帝，互你安慰无？互你会当安心无？你要来经验，讲毋但是安心安慰，伊会当为你来开即个出路。你要来经验无？
所以诗篇大笔嘛，你讲哦，主啊，你是我忠心的所在，你一定保庇我脱离这个苦难，你以得救的乐歌，来个为我，哇，这嘛是大笔亲身的经历。今仔日你有要去经验这个主，虽然咱信上帝的人，我对着你讲，咱无这个经历是真可惜的代志，当然经验主。那顺境，那拢咱的环境若拢好好，大家都好好，你就当然较无去了解上帝的权能。你特别伫即个时阵，互咱更加讲，主，我靠你的人真正有福气。我心内有平安，我对面每一样代志，我有勇气，因为主你带了我，你会保庇我嘛，你会救我嘛，你嘛甲我讲每一样代志虽然无一定拢好，毋过。这会当互相效力呢，叫咱爱主的人会当得到利益呢，是按照伊意思，甲咱叫出来呢。上帝呼召咱是要互咱利益的呢，是要互咱好处的。咱若无去回应，就可惜。所以咱若干看表面的环境，你若惊遐，你若安尼乱，其实你就知影，其实台湾即马同恐怖，咱无论是台湾还是遮，咱拢会当了解，5万每一个人拢会当安稳落来。若拢无你安稳，讲来讲去，逐个愈发愈惊，愈发愈惊，代志也无法度做。你做顶悬要做代志的人嘛无法度做。下骹的人安尼乱，我想这规家海也就乱糟糟。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今仔看到台湾安尼，咱的家乡，咱的亲人伫遐，咱着爱来祈祷。咱会当讲知影讲主，互咱有即个气力，咱来祈祷。咱来为咱家己，也是为咱目前的环境。若遭受到即个困难的当中，咱嘛来经验上帝会当甲咱安慰，会当借着祈祷行出即条道路来。将来你毋则知影讲，我要哪共分享？你艰苦的当中，我哪经验上帝？哪经验上帝？咱搁来看，这就是当初我对遮讲的中间。你《使徒行传》12章的6到8节内底，伊就讲彼得本来咧困嘛，就是一个光甲照啦。天使甲拍醒，讲你紧起来，彼得的手的铁链就落去天使甲讲大甲绑咧鞋穿咧伊就照做就怎对咧行，兄弟姊妹，你有看到无？毋是一声就甲，嘛是叫伊起来呢。讲你即个环境当中，我要甲你开路讯，你爱对无爱对？你爱对啊！无你继续困。伊个拍子讲毋莫来吵啦，你遮本来就遮艰苦诶，困甲足好势你搁甲我叫，莫叫啦，莫叫，我困好我困好无咧，起来对我行，你有要对你行无？无人讲我爱我毋敢行，我毋敢行。你毋敢行，你就袂去经验着你会惊着天使甲你开路，你讲这无啥可能咧，这我做梦咯。但是你看彼得顺服。而且顺服，所以咱愿意伫即个环境当中，上帝话甲咱讲，咱就照伊个话来做，咱就去经验着一站一站的出路。无你敢若惊，你敢若讲，我知影，我眯起来，我眯起来，上帝讲，无你甲我抱出去啦，我莫叮当咧，袂伫做。你爱了解咱伫圣经内底我甲你讲上帝工课天使拢会伫做啦，无一定要用咱啦。上帝啥要用你？你若无爱做袂要紧伊会当用别人但是上帝要互你福气所以即个福气你爱家己去摕毋是别人甲你摕别人做别人摕去你无做着你无摕你就敢若伫遐讲来困，你就困咧，你就明仔载出去抬头。明明路甲你开出来，你毋行，你明仔载时间到你就抬头。咱做基督徒嘛共款上帝话甲咱讲，咱拢无要做。讲主我你我足安尼，我足安尼。上帝，我甲你路开出来，我袂行，我困好。真侪兄弟姊妹拢咧困咧，无毋对啦，伊平安拢咧困。但是求主帮助咱毋是平安尔，咱那个诚做别人的祝福。你看彼得尾也出去祝福偌济人，对毋对？伊困平安无毋对，伊就上帝甲保护，若是保护你搁你过一顶工嘛无嘛抬头所以上帝甲咱开路时阵，咱来对咧行，毋过看起来讲，这敢无可能。
啊，你对你行，你就知影。所以圣经里甲咱讲，你若有相信的人吼，就是心掠对着你啦。啊，你若要对上帝做的人，你就心掠对着你啦。你若无爱做，就免讲啊。你若无爱做，干那看别人做拢无效。我你讲别人的，迄毋是你的，上帝福气要你。啊，你要愿意甲上帝的天使也好啊，上帝讲来配合无？你愿意配合无？还是讲我袂？啊，所以讲，而且咱会当看到讲，比如醒起来，啊，天使甲讲，天使毋是讲啊，我规个甲你抱咧，啊，甲你护出去无咧。哦，衫穿穿的啊，迄个皮带白解咧，啊，鞋啊穿穿的，出来，对我来，你对我来啊。所以讲，而且你有看到无？上帝要甲你开路，你爱对无？哦，你若无对即条路开嘛无效，是毋是安尼讲？哦，敢若讲哦，敢若讲有一个人讲，我做有钱诶，啊，你有你用嘛？我无你用，我无你用，你钱要创啊？我放去银行安心啊，我安心就好啊。我钱上帝到时讲我钱互你啊济，你拢无你用，我要你用诶，上帝交代时都无你用，啊，我甲藏诶，我安心。上帝讲你安心，我互你遐尔济，我到时甲你算数，你着爱想。上帝互咱的恩典是要咱用，无但咱用，咱来领受祝福，咱嘛爱祝福别人，毋是干那咱祝福就好安尼，毋是干那咱好就好安尼。哦，咱知影真侪基督徒讲啊，我祝福啊，但是你好，你有去见证着上帝的名，还是分享互人也无，还是讲我干那好呢？哦，这咱嘛爱想，所以上帝路甲咱开出来，啊，咱有要顺服无？啊，咱有要顺服啊，啊，咱一方祈祷，啊，咱嘛是爱对着上帝的话语，一步一步来行。啊，一步一步来行，咱较旧约嘛是共款啊。你对上帝你行有当也嘛是共我继续会拄着困难，毋是袂呢。啊，这就是咱讲，咱相信伊会开路，毋过有当仔嘛去拄着，像讲咱出埃及啊，较早迄当以色列人你出埃及，哇，看着大宽容，哇，迄十灾甲下落，啊，结果上帝甲人带出来，足欢喜对毋对？哦，啊，足欢喜，啊，就缀你行。哦，啊，日时也有风条，啊，暗时也有火条，安尼，哦，偌欢喜咧！忽然间行甲讲，啊，海到啊，后壁有兵咧掠呢，啊，死，即声死条，啊，开始就 complain 啊，啊，你像你即马是毋是台湾就即个情形？啊，好诶时阵拢无你讲啊，啊，歹迄直 complain，啊，后壁讲斗相共讲，啊，这不要紧，咱逐个来合作，我啦，毋是啊，啊，你看吼，较早上帝主义嘛。我逐个就甲摩西讲，摩西啊，你带我踮咧埃及就好好啊，你甲我带出来，带出来要来遮死啊！我死你埃及，死你遮较好。吼啊，就开始 complain 一堆。结果上帝讲，甲摩西讲，免惊，啊，你看我今仔要甲你做一项，搁较互你大代志。啊，所以迄个分条啊尾啊，跩啊刷对后壁去，一边光一边暗。哦，啊，海水看起来是无可能行会过，啊，甲分开，啊，人行过，哇！若无安尼。咱哪会知影咱即个上帝会宽容遮尔大咧？若无你困难的当中，咱哪会知咱我靠的上帝是遮尔好咧？啊，有真侪人拢讲啊，我著甲你讲嘛吼，真正人拢了解台湾的环境真好。哇，优势做好，大家真安全，感谢主。啊，拄着困难就袂记啊，啊，著踮咧冤啊。真侪时阵，咱咧福中毋知福。哦，真拄着迄落个拢学 complain，咱毋是用感恩讲主啊，你若稳准即个代志，你一定会当甲我安慰，嘛会当甲我开路出来。啊，我即马是要安怎行即条路？啊，所以咱来借着祈祷，啊，咱来倚靠上帝，啊，咱看上帝安怎引带，啊，所以教会即马嘛共款，咱即马伫遮，教会嘛陆续咧开放啊，啊，当然每一个教会诶，即个制度啊，要安怎做，啊，长老因拢有去安排，啊，总是每一个教会无共。无数个教会即马已经开放，啊，逐个转去教会聚会，啊，毋是讲每一个人拢转去哦，哦，因为咱嘛是当政府有规定，咱来照规定，哦，啊，咱安排人，哦，啊，拢爱安全，啊，真欢喜，啊，嘛是来聚会，哦，会当实体来聚会，啊，总是讲爱安排，啊，逐个来想，讲主啊，你这路开落，咱爱来做，啊，毋过我秘咧厝诶呢，哦，咱社嘛住落安尼，哦，咱来继续啦，为主来做工，啊，为主来做工。啊，总是有真侪方式，啊，咱若愿意做，啊，咱就经验上帝伫咱开路当中，看到新力，看到主，哦，安怎甲咱引带，啊，牧师伫遮也要甲大家分享报告，就今年甲即马6月啊，
吼，感谢主啊！离阮的教会已经有28个人洗礼了。你讲安那安尼？哦，28个洗礼哦，有影哦，有影啊！啊，你哪有可能？上帝咧做的工，你毋知？你若愿意吼，像咱安尼做阵读圣经，啊，愿意咧祈祷。有真侪人咯，罔看，讲啊，牧师，啊，我嘛要信耶稣，啊，要安怎？啊，要安怎洗礼？啊，有一阵会当你教会内底，咱就讲安排人啊去教，啊，袂当时你润上面，啊，咱要安怎洗礼？咱来祈祷，啊，上帝互咱智慧啊，所以到即马，教会已经有28个人受礼了，啊，继续后壁阁有人哦。你讲哪有可能？啊，就是安尼。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要鼓励大家。愈伫困难的当中，咱愿意无愿意来回应主，要来引带咱。咱若愿意，咱一定看到神了。咱一定看到无可能的代志会变成做可能。啊，像当初以色列人共款，头前就无路嘛。迄红海哪有路？迄是海呢，落去大家都爱死呢。哪有可能后壁佫追兵要杀呢？迄佫骑马来呢？哦，佫有战车来呢？啊，咱若手啥物拢无，要哪甲人战？啊，就拢爱死啊！毋过感谢主，伫主的保护当中，每一个人拢经过即段真水上帝引带啊，即个路，所以上帝会开路，啊，毋是干那上帝开路尔啦。咱注意看即个以利亚这嘛是，以利亚你看即个吼，即个故事嘛真精彩。你列王记列王记上18章，你若知影即个以利亚。甲你伫山顶啊，加密山的山顶啊，甲迄个亚西别的这伊当作迄个亚哈王吼，伊咧拜偶像，有450个巴力啊！哦，你拼，结果以利亚喏赢嘛，当然咱的神是真诶，当然嘛赢。啊，结果迄450个会拜偶像的巴力，就规个拢抬头嘛。啊，你19章一个开始就讲，迄个风药足歹，迄个风药足歹。讲好啊，以利亚，你遐熬吼，好，你甲会记诶。我明仔载若无你死哦，我愿意伫上帝面头前哦，互我处罚。迄以利亚听着惊到要死，一直走。做安尼，一直走到落一个路步，路途讲倒咧遐忝，我死会好，啊，倒咧遐讲死会好，我困去。啊，有一个天使嘛，甲拍起讲起来食诶啦，要去上帝遐个路搁长咧。你也袂是，你爱食，行去迄个上帝山迄落好丽山遐，你去啊，上帝阁有任务互你啦，毋好踮遐困，毋好踮遐要死若害安尼起来，爱着物件食，继续行去上帝啊。安尼姊妹，无毋对，咱人拢会软弱，咱人拢会惊吓，咱无讲咱外口，咱毋是安尼，但是咱毋是看到咱家己，你看到是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呢。伊凡事拢会当做，咱既然要倚靠伊，咱会当专心来倚靠，咱会当相信你即个困难的当中，主啊，我相信你会甲我开即条道路，因为你讲你会保庇我嘛，我是属于你的嘛，我是你的儿女嘛，是你用主耶稣即条命甲我救回来嘛，对毋对？你是宝贵的嘛，上帝哪会凊彩甲你等的？上帝讲我绝对袂甲你等的。啊，即摆问题就是咱要对无爱对。是咱要甲主做阵行，无爱行，还是你家己要行？你家要行你的，你无爱上帝行。所以而且咱就看，你苦难的当中，咱会当了解上帝会当甲咱安慰，上帝会当甲咱开道路。开道路到底要行去倒？咱就看圣经，你继续看，你就感觉足感动的，足感恩的。为什么？伊讲上帝讲我同辈要叫你得到荣耀啦，要你荣耀啦，要你就是得到很大的荣耀啊！这荣耀是什么？伊讲伊首先首先就甲你设定伊知影一寡人要对伊，要对这个人伊爱学习甲耶稣共款。耶稣是什么款？你有想过无？互伊伫耶稣伫即个所有当中做上帝囝内底耶稣是迄个第一个的大囝。若要对人毋是安慰尔，毋是有道路尔，伊将尾就是要互伊得到上帝荣光啊！上帝光要放喺伊顶悬，互伊就是敢若讲
这个上帝最有荣耀的嘛，这个荣耀要分享予所愿意对的人。所以讲，你苦难的当中，上帝咱咧，互咱的，毋是干那讲安慰啦，互咱有路行啦。伊终尾是要互咱得着讲，哇！世间的人看到你讲，哇！你这信这上帝实在无简单。哇！遮尔艰苦，你行出来路遮尔无共，遮尔水，因为这是上帝做的。所以咱来伫遮看，这个罗马书伫遮甲咱讲，虽然世间逐项拢真苦难真艰苦，毋过上帝伫遮吼，要甲你操练，要甲你操练。你若同事做想，你若你走马拉松迄个啦吼，奥林匹克比赛迄种得冠军的迄你当中训练，也是你走送的人会知。迄内底伊你走有时阵嘛，那真艰苦呢，你嘛毋知啊。是尾仔看着讲，即个着得第一名，即个着第一名。你知得第一名，迄当中诶训练，这当中诶经验是偌济艰苦，咱敢知？所以讲，更重要是即个艰苦，看起来是艰苦毋过上帝要叫你啥？要叫你着荣耀。你看即摆看到啥物？哇，珍珠呢？咱逐个拢知，珍珠毋是本来就珍珠呢，迄是一粒沙呢，伫即个蛤蟆壳诶内底呢，迄是偌疼呢。你若做花园也知，有当时咱去花园若有伊迄个玫瑰花还有刺有啥物去穿着啥物，一点仔尔疼到要死，安尼袂好势，袂好势。心肝袂走袂好势，艰苦。你看伊遮尔一粒沙入去内底艰苦，慢慢吞吞，慢慢磨，慢慢磨，结果出来是啥？珍珠，是贵重的珍珠。所以咱会当理解。耶稣啥物经验？耶稣讲好你就有空天顶的飞鸟嘛有收伊家己无通困啦，无枕头通困啦。意思讲伊伫世上，就是一个占据的这个世上就是上帝派来要完成上帝伊身躯的任务。这个任务来了，伊就转去。所以咱注意看，耶稣迄当阵要上十字架进前，伫迄个克西玛丽园内底祈祷，你有看到无？迄祈祷甲汗流出来，敢若火。3届呢，温度嘛无人要吵伊呢。去甲叫温度讲，你使甲我做阵祈祷无？好，我困去。主耶稣去祈祷，过去佫叫我困。即摆嘛咱共款，咱是毋是咧困？也是咱愿意甲主即个时阵，圣神你甲咱祈祷，咱参咧祈祷，咱参咧做阵，来经历即样代志。主耶稣祈祷了后，伊讲食咯，怎啊去上十字架？十字架个人来看到是见效代志嘛？你这都是死刑犯嘛，刑罚嘛，这上面来见效代志。毋过你主诶内底，人看诶是即个，毋过事后都无共。咱即摆会当理解无共，为虾米？因为主耶稣死了3日了，对活起来，互遮诶人拢得着祝福。了解讲主耶稣你未信之前，未顶10日之前所讲诶话，拢完全成就。所以即摆要搁证实啥物代志？伊当初未就10日之前讲我若安怎去将来要安怎搁倒转来？怎啊甲显露温度看？恁若愿意对话，人拢看会着。看会着啥？我安怎去？我要安怎倒来？所以主耶稣经过即个艰苦诶当中，互咱看着讲，哇，原来世间虽然有艰苦，毋过咱若因为好调诶人生，咱照上帝话去行，虽然世上人看拢艰苦，毋过咱诶结尾，咱诶终尾是无共，敢若主耶稣共款。因为这是上帝为每一个愿意跟对伊诶人，同尾要互伊诶荣耀嘛，互耶稣互咱看嘛，耶稣做互你看嘛。所以这你有要做，无要做，你家己来决定。所以咱尾来了解升天所有荣耀拢归予主，有一日主耶稣要过来，所以这个时阵，咱确实会拄着真侪世上咱料想袂到诶代志，咱无可能把握。毋过咱知影，咱咧主内底，咱咧主内底，人虽然有苦难、有艰苦，毋过上帝遐，咱信靠主诶人有稳定。所以你苦难诶当中，
互咱有仰望的上帝，因为咱要倚靠，咱愿意相信，伊就甲各种的喜乐、平安要藏喺你内底，互咱借着圣神伫咱的内底，咱有即个气力，会当伫个当中活出一个无共款、有真荣耀的生活，互世上的人去看见。所以，上帝的恩典毋是意思讲要甲你即个苦难摕走呢，毋是呢，毋是要甲你的苦难摕走呢，毋是话把你的能力摕走呢，拢毋是。伊意思是讲你若你苦难当中，你软弱的当中、软正的当中，上帝要你经验，若倚靠伊的人，伊的恩典的宽容，在你即个苦难的当中，你会当去经验到上帝的气力，会当你当中宣告讲，主真正是会当倚靠。我所信的即个主，实在是会当互人倚靠，实实在在，毋是人讲的尔，毋是风声，是我实际上去经验到上帝安怎来听我，安怎来保守我，安怎互我行即条路，互我有仰望，互我会当有平安有喜乐。我相信即个时阵的环境确实，互咱会感觉软弱，互咱感觉会感觉艰苦。毋过，借着今仔日牧师甲大家分享，仰望大家会当对即点上帝甲咱讲的话，咱来去经验伊。讲主啊，我愿意来祈祷。祈祷的当中来经验，无论是我，还是对我你家乡的台湾也好，还是你所熟悉美国也好，世界各地也好，你所熟悉的人，你为伊祈祷。教会为伊来祈祷，上帝一定甲平安藏伫咱的当中。会当为咱即摆即个时阵，共款甲咱开一条道路。即条道路将尾就是要互咱会当伫上帝恩典内底得到永远的荣耀。像主遐尼水，咱会当像主安尼，领受主的光即个荣耀伫咱的当中。所以牧师要甲大家互相分享来勉励，你即个困难的当中，大家会当靠主勇敢向前行。你讲安尼敢毋好咧？这就牧师的分享。最后咱做阵压头来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总是你的话，互阮生命当中敢若元气，甲阮补充。虽然阮常常有软者，阮常常看到艰苦，阮会惊吓。总是主，阮若听到你的话，阮就要清醒。阮就是要抓着你的应允，要按照你的步数来行。相信主，你安怎来束缚跟对你的人？今仔日，你完全嘛要束缚，若愿意跟对你的人，求主来保守咱教会兄弟姊妹，伫即个当中借着祈祷，大家互相的代祷，愿意靠着主行出来，相信未来的荣耀一定比较早更较好，因为主你甲阮讲，阮即条路若愿意对你行，愈行愈光明，直到日中头。主，阮感谢你。甲兄弟姊妹交在你的手头，愿主的恩惠加添伫阮的当中，平安住在阮的当中。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